話美型啊，咁俗語就話啦，春困同埋夏乏。大家覺唔覺得咧喺夏天嘅時候咧，就好容易好似昏昏沉沉又冇乜精神，皮膚咧亦都特別容易好似好油啊同埋發黃咁咧？咁之前咧我就素顏出鏡過啦，就有人讚我狀態好啊，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幾個我嘅內服好物，等你哋可以食出一個好氣色，素顏咧都唔使驚。首先咧喺夏天咧，我自己好注重嘅一個點咧就係抗氧化啦，因為夏天嘅紫外線咧通常咧都會比冬天更加強嘅，咁對於我哋嘅肌膚嘅損傷咧就更加大啦，所以咧我都會食呢一個蝦青素咧嚟抗氧化嘅。蝦青素咧係一個強抗氧化劑嚟嘅，佢嘅抗氧化效果咧係維 C 嘅6000倍，咁就可以幫我哋身體咧去抵禦啲自由基，咁自由基咧就會損害我哋身體入面嘅 DNA 啊、RNA 啊、蛋白質。蝦青素佢好強大嘅穿透力咧，就可以穿透我哋個屏障啦，去保護翻我哋身體嘅細胞嘅。而且咧蝦青素咧對於我哋眼睛咧都特別好嘅，咁好似我自己職業嘅原因啦，成日咧都要對住電話啦同埋電腦，咁我隻眼咧就會好容易好攰嘅。食咗呢個咧就可以舒緩我哋眼睛嘅嗰種乾澀感啦同埋疲勞感嘅。咁佢入面咧仲含有一個叫做美藤果油嘅，就可以幫我哋抗火，可以將我哋體內嘅廢物咧都消除嘅。咁佢做嘅咧就係咁樣一個軟膠囊式嘅，所以我哋吞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容易啦，就唔會咧棘住喉嚨㗎。然之後咧就係對抗三伏天，可以幫助我哋咧提神啦同埋補氣嘅滋陰蟲草啦。我諗大家都知道啦，我係維特健靈嘅一個忠實嘅用戶嚟嘅。咁好多人都會覺得蟲草咧佢淨係可以喺秋冬嘅時候食，但係其實咧係春夏我哋要養陽㗎，一年四季啦都應該長備呢一個嘅。特別係夏天嘅時候，8月又係嗰啲高溫嘅三伏天啦，一出門口咧成個人咧就好似流汗不止咁啊！喺室內嘅時候咧又成日好似吹冷氣啊，食各式各樣凍嘅嘢啊，時間長咗嘅話咧身體咧就會陰陽失調啦，到時你哋就可以食呢一個蟲草嚟進行個調理㗎啦。一粒咧，佢入面就有20粒野生蟲草嘅一個有效成分嘅。入面嘅蟲草素咧係一種天然嘅活性嘅物質嚟嘅，對於我哋人體嘅內臟啊、精神系統啊、呼吸系統啊、免疫系統等等咧，都具有一個好好嘅保護作用嘅。咗之後咧，可以令到你成日嘅精神都好好。如果你哋咧好似我咁啦，一到夏天咧就會覺得好氣虛啊，成日都會好眼瞓，同埋咧覺得好攰嘅話咧，就可以試一試呢一個嘅滋陰蟲草啦。最後一個咧要同大家講嘅咧就係 Indipure 嘅呢一個膠原蛋白飲啦，佢就係一個巴西莓嘅味道，入面咧就係零蔗糖啦、零色素同埋零防腐劑嘅，都唔使驚肥嘅。咁佢入面咧含有嘅就係膠原蛋白嘅小分子肽啦，你長期服用嘅話咧，可以幫你增加到你個皮膚嘅含水量啦，提高翻你皮膚嘅彈性。咁好似我之前咪做過潤麻子嘅，之後咧我就飲佢可以幫我加速翻我啲細胞嘅新生嘅。咁呢一個咧我大概就飲咗2盒嘅啫，我等我咧再堅持多少少，觀察完之後咧再同大家講。最後我想講嘅咧就係身體養護呢啲嘢咧，都需要長期堅持嘅一個過程嚟嘅。咁為咗我哋嘅身體健康咧，大家記得要趕快行動起來。我哋下個視頻再見。